3月份係香港上市公司公佈週年業績嘅時候。上星期香港其中最大嘅集團，包括和黃、怡和、匯豐銀行同埋國泰航空公司，都宣布純利比往年上升咗30%至50%。喺面對政治嘅陰影，而又有咁樂觀嘅表現，真係令人十分驚奇。不過，好似香港以成長嘅經濟體系，亦同時面臨唔少嘅挑戰。我哋今晚就睇睇呢方面其中嘅挑戰。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OECD 往年一份世界經濟長遠展望報告指出，到咗2010年，世界1/3嘅總產量將會係嚟自亞太區國家，而到咗2040年，全球一半嘅產品將會係亞洲製造。講到世界嘅出口，亞洲區嘅4小龍表現一向係十分強勁，而香港素來扮演相當重要嘅角色。預計今年香港出口增長率會達到5%以上。分析人士認為，喺中國市場繼續急劇開放影響下，香港嘅進出口業將繼續蓬勃。其實雖然政制改革問題依然並未得到解決，但似乎香港嘅經濟受政治打擊唔大。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駐多倫多處長林瑞麟表示，除咗政治嘅問題之外，一個好似香港不斷成熟經濟體系，自然會有其他問題存在嘅。以目前嚟講，通脹率高企對出口業嘅影響就較為顯著。93年嘅通脹應該係大約9.5%度啦。而過去幾年呢，呢個通脹呢都係較為高企。但係因為香港個經濟咧係咁開放，政府可以做到嘅呢係比較少。譬如我哋可以做到嘅就係減低嗰個樓宇炒賣嘅風氣啦，就嗰個變咗嗰個通脹率咧係較為放慢咗啲啦。咁但係都係有待市場自己嚟到去適應。譬如咧有一啲香港嘅公司咧，雖然佢哋嗰個總寫字樓仲仍然喺香港，但係佢哋嗰啲會計啊，佢哋有一啲譬如電腦嘅工作啊，就調派咗去大陸啊，或者嘅其他東南亞地區。咁我哋唔係太擔心，因為香港本身咧係喺東南亞嚟講其中一個最重要嘅金融中心。咁而呢個角色咧係唔會減弱，只會增強。林瑞麟話：由於港元同美元掛鈎關係，香港政府並唔能夠好似某啲國家咁實行增加利率以抑制通脹。但另一方面，好處就係假使經濟放緩，香港並唔會受到匯率波動嘅打擊。事實上，香港經濟往年不單冇受世界經濟萎縮嘅影響，生產效率表現實在十分理想。林瑞麟話：雖然通脹對某工業生產成本無疑係構成壞嘅影響，但佢相信新科技可喺某程度下彌補成本上升嘅缺點。香港出口嘅貨品呢，譬如你成衣啲咧，歷年嚟咧，我哋都係不斷提高我哋嘅質素，咁就可以講得話，以前呢就比較係平價貨，而家咧就係比較係貴價貨。同埋香港出品咧已經係即係國際市場咧首選咧，可以話係品質高噶啦。咁至於話通脹點樣影響佢哋嘅成本咧，咁我諗要睇睇另外一方面啦。我哋有新嘅科技啦，變咗我哋嘅生產效率咧係不斷提高。譬如1992年咧生產效率咧提高咗係5.4%，咁可以到某一個程度咧係可以補到呢啲成本嘅增長啦。香港經濟增長其實係從多方面。服務性嘅行業，例如財務、金融界同埋酒店行，今日已佔香港嘅總生產70%以上。林瑞麟話：香港旅遊業往年上升差不多16%，反映香港經濟嘅彈性。我哋睇歐美各國咧，每一個逐步成長嘅經濟體系咧，佢都係服務性行業嘅佔嘅比重咧係較多嘅。咁我早幾年咧喺香港負責經濟嘅政策，我記得咧嗰陣時咧係大約每一年咧喺外地嚟香港嘅遊客咧係大約400萬到，咁時至今日咧已經有600萬。咁香港嗰個經濟嘅彈性係好緊要，同埋亦都因為中國開放啦，東南亞其他嘅國家咧經濟增長亦都係唔少。咁香港嗰個地位其實好有利，每一個遊客
喺歐美各國嚟到東南亞呢，都會停一停香港。另外，雖然服務性行業重要性係越見明顯，但出口市場嘅成功對香港經濟貢獻仍然非常大。中國今日已成為香港最大嘅貿易夥伴，而其他地區嘅重要性亦都增加。林瑞麟話：世界各地市場對香港都重要。譬如喺1992年嚟睇呢，我哋同東南亞各國嘅貿易增長有23%，咁同中國嘅貿易增長有25%。咁其實即係雖然個比重係唔同，但係呢啲市場呢，其實世界各地每一個市場呢，對香港嚟講呢都係重要。至於香港政府會唔會特別向加拿大廠商提供鼓勵計劃，吸納更多嘅投資？林瑞麟就話：假使有新科技進口香港，政府目前係設有工業村，提供些少嘅優惠。不過佢指出，呢類優惠係為所有投資者而設。只要佢哋引進新嘅科技，可以有呢個些少嘅優惠。但係香港即係總嘅方向嚟睇呢，都係留待呢啲商家同埋投資者呢自己去打開市場。政府呢冇乜嘢特別大嘅資助。唯一嘅資助呢，可以講呢就係話有一個彈性嘅處理，同埋呢我哋係修橋補路啊，呢啲基本嘅建設呢做齊，咁就亦都訓練好香港嘅人才呢去投入呢個經濟嘅生產。除咗政治上要面對嘅挑戰外，其他主要嘅挑戰又喺邊方面呢？我哋要繼續即係以前我哋各方面努力爭取嘅成長係可以持續到。因為有好多嘅市場咧都可以講得話成熟啦，但係咧就要維繫我哋即係喺個市場嘅地位咧係唔容易啦嚇。咁我諗1993年咧對香港重要嘅一個環節咧就係美國對大陸嗰個最優惠國嘅地位咧係可以維繫。其實香港蓬勃嘅經濟到今仍能夠持續，主要係因為中國開放引進嘅機會。對大多數商家嚟講，中國龐大嘅市場始終係非常吸引。就算政治問題存唔存在，有生意就一定會做。大多數商務嘅協議經已跨越咗97，相信香港及其他鄰近國短暫間肯定會繼續受惠。休息一陣。